問娟姐想響中山養老退休，又唔想將就，又想響市中心周邊配套成熟、食嘢又方便嘅屋苑。娟姐今日揾到啦，就係晉龍匯景灣。今日娟姐帶你去現場直擊下，睇下樓上屋苑配套究竟有幾全，並且真係好值得一手啊！跟我嚟。屋企門口呢條呢就係翠景道，往前走呢就係我哋嘅博愛路，去利和嘅話呢10分鐘，往右手邊呢度嘅話呢就係富華道，去興中廣場同埋步行街都係10分鐘啊！隔離嘅天悦城5分鐘就可以到。如果你想買餸逛街市嘅話呢都冇問題。對面見到嘛？1+1嘅優選市集啊，就喺對面啊！樓下都有埋，想食啲嘢啊，揀餐嘅話呢，燉湯呢條街市對面都已經係好成熟啦，所以話落樓生活配套乜都全晒，成個屋苑呢係採用人車分流。娟姐現時所處呢個位置呢，就係小區嘅人行入口，車庫嘅話呢係會有額外嘅車庫出入口嘅。咁樣嘅小區住起身咪安全咯。如果係要去逛公園嘅話呢，往左邊行5分鐘到10分鐘度呢，就到咗我哋嗰個旗江河。旗江公園往前行呢，都係15分鐘度就可以到達。如果要出門買餸去街市嘅話呢，龍瑞街市啦，同埋我哋煙洲市場啦，向屋苑出發過去。如果係坐車呢，都係5到10分鐘；如果係行路嘅話呢，15分鐘都可以到。現時呢個呢，就係人行嘅小區出入口。見到呢個大堂嘛，真係好氣派㗎。如果你有粉絲有朋友過到嚟，你未返到屋企嘅話，唔緊要，叫佢喺度稍坐一陣，等你都 OK。咁呢邊嘅話呢，係有我哋成個物管中心喺度嘅。以後有乜嘢需要服務嘅話呢，亦都可以隨時 call 佢哋。再轉翻過嚟呢邊嘅話呢，係我哋人面識別嘅一個系統，係要刷面先可以入到去嘅。呢啲小區咪就係安全放心咯。並且入到嚟之後呢，你見到除咗樓梯之外嘅話呢，佢呢度都有一個無障礙通道，無論係你推車啊，或者係行路呢，都 OK 嘅。你諗到諗唔到嘅，佢都幫你諗埋。香港 fans 好關注嘅醫療問題呢，喺屋苑過去10分鐘一樣可以解決，就係山格醫院中醫院啦。呢邊過去10分鐘，仲有就係依家住喺度，周邊配套非常之齊全，生活衣食住行都有啦。如果係後期唔住嘅話，都冇所謂，兜底嘅人我都幫你揀好啦。呢個地頭教育資源非常之齊全，無論係公立嘅鐵城中學、小學，甚至乎係私立嘅藍波灣小學，就喺屋企對面咋，1公里唔到嘅範圍。以後唔住嘅話呢，租出去已經幫你揾好人兜底啦。呢種屋苑咪就係現時住又得，以後投資收租一樣都得。成個小區嘅元能呢，就你現時所見到噶啦。樓上屋苑呢，就已經住緊人噶啦，入住率都好高噶，去到8、9成噶啦。並且嘅話呢，成個屋苑樓下1樓呢，都係有翻啲健身器材，無論係跑步啦，出嚟散步或者係曬下太陽同小朋友玩啦，1樓嘅空間都好舒服。歡迎翻到你嘅屋企，娟姐依家所處呢套單位呢，係90平方、970尺嘅單位，做到3房2廳，並且係3面開間都朝南嘅喎。呢邊陽台望出去呢，就真係無敵靚景，冇任何遮擋。香港 fans 仲要留意啊嚇，前邊600米就係永東巴士、永利巴士嘅上落點，步行過去嘅話呢，都係10分鐘到就直接可以坐車返香港啦。1個鐘新中通道直達可以過到關口，所以呢邊通勤非常之方便。講埋呢個陽台，如果你覺得個廳唔夠大呢，成個窗戶褪出嚟封埋呢個位置，夠晒大啊！再嚟睇埋我哋嘅廚房先，開發商呢預留好晒冰箱位置啦，以及所有嘅廚櫃3件套幫你整好晒之餘，呢個廚房一樣都有生活陽台嘅喎。因為好多屋苑嘅話呢，就唔一定會配備埋呢種，咁你擺洗衣機啊、擺拖把呢邊咪方便咯。所以呢，佢係幫你諗好晒，真係好適合居住㗎。再嚟睇埋客廳呢一個位置，有埋窗之餘呢，擺咗一張1.6米嘅圓台，餐邊櫃 set 埋，好
空間其實一樣都好大㗎。無論係8個人食飯啦、10個人食飯啦，呢個位其實都夠闊。仲有呢個亦都係亮點啊！依家好多屋苑咧，鞋櫃係唔一定 set 㗎，但係呢一個開發商咧，真係幫你整埋預留埋玄關嘅位置啦，同埋鞋櫃2層喺度，真係買埋家私電器入嚟嘅話就住得㗎啦。再嚟睇埋我隔離嘅3間房仔先，呢一度咧係一間南向嘅房間嚟㗎嚇。睇翻佢整個櫃咧，連窗邊嘅呢一個空間咧都幫你整好咗櫃。咁如果你話要整2個抱枕坐喺度望下啲景，或者係整多個書台喺呢度寫字咧都得。呢邊衣櫃咧都一樣有 set 埋㗎。隔離呢邊咧係一個公衛啊嚇，一樣係有埋窗㗎，乾濕分區。呢邊都一樣，仲有另一個房間。如果咧係有朋友留宿啦，或者係 fans 上嚟嘅時候咧，呢一間房仔都可以俾佢用。如果冇咁多人住嘅話咧，可以做翻一個儲物間啦，或者係衣帽間咧，呢個都得嘅。最後嚟睇埋你嘅主人房先啊嚇，我哋擺咧係擺咗張1.8米嘅床，唔係樣板間嗰啲1.5米、1.6米㗎嚇，真正嘅1.8米嘅床擺完咗之後，你睇翻兩邊嘅床頭櫃夠晒位之餘，兩邊嘅衣櫃一樣都夠，而且真係開發商好良心啊，幫你整埋好晒啲櫃，唔需要你再花時間、再花精力去整。娟姐講緊呢套單位啊，3房2廳單位 ，total 銀碼100萬咋，首期15個，帶晒蒸桑，帶晒衣櫃，帶齊晒所有嘢，並且係呢個地頭呢一個位置，首期15個，月供3000多啲咋，需要資料嗱嗱臨揾娟姐啦。